響香港娛樂圈，黎芷珊係含住金鎖匙出世嘅賭王親侄女，重俾人叫做初代男神收割機。好少人可以將自己嘅前度變成朋友，而黎芷珊就係一個特例。講起黎芷珊嘅人生，我哋要由佢嘅家庭背景講起。1966年3月1號，黎芷珊響澳門出世，有1/4嘅葡萄牙血統。佢嘅家族背景非常顯赫，佢係澳門賭王何鴻燊嘅親侄女。單憑呢個出身，佢已經贏在起跑線，起點高過絕大多數香港娛樂圈嘅藝人。不過響黎芷珊好細個嗰陣，佢阿爸阿媽就離咗婚，阿媽之後默默咁離開咗屋企。讀書嗰陣，黎芷珊讀銅鑼灣嘅名校聖保祿學校，響佢哋同學入邊有一個叫何超瓊嘅表妹，亦即係何鴻燊個女。兩個人響學生時代就已經建立咗一世嘅深厚交情，去到今日依然係非常之好嘅朋友。但係響黎芷珊18歲嗰年呢，佢阿爸因為心臟病突發過身。呢個時候，佢姑丈何鴻燊親自打俾 TVB 安排佢入電視台做嘢。就係咁，一個18歲嘅後生女踏入咗香港娛樂圈，開始咗一段好特別嘅職業同感情生涯。黎芷珊嘅感情經歷由佢16歲嗰年開始。1982年，佢仲係聖保祿學校嘅一個中學生，成日同班 friend 一齊去中環出名嘅的士高玩。就係響呢度，佢遇到一個25歲嘅後生男演員梁家輝。當時嘅梁家輝啱啱拍完電影《火燒圓明園》，生得高大靚仔。兩個人識咗之後，梁家輝對黎芷珊展開猛烈追求。梁家輝日日都會接送黎芷珊返放學，黎芷珊亦帶過梁家輝返屋企見屋企人。響嗰個年代咧，一個後生演員可以有賭王侄女做女朋友，係一個非常龐大嘅資源背景。不過咧，呢段感情只係維持咗1年多就完咗。梁家輝後來響節目入邊坦白，同黎芷珊一齊嘅感覺有時間好似湊女咁，因為佢實在太細個，兩個人嘅思想成熟度根本唔響同一個 level。另外，黎芷珊嘅家族亦一直強烈反對呢段感情，佢哋唔想家族嘅女仔嫁俾一個戲子。黎芷珊自己後來都承認，當時自己得16歲，對方25歲，自己太後生太幼稚。分手之後嘅第2年，24歲嘅梁家輝攞咗第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但佢隨即便俾台灣市場全面封殺，冇晒收入來源，淪落到要響銅鑼灣擺街邊度日。響佢人生最低潮嘅時候呢，一個電台製作人向佢伸出援手，兩個人後來結咗婚，呢段婚姻一直維持到而家。多年後，黎芷珊主持清談節目嗰陣，請咗梁家輝做嘉賓，兩個人響節目入邊坦然相對。到咗1987年，黎芷珊俾 TVB 安排去主持兒童節目430穿梭機。咁當時節目嘅男主持包括後來響香港演藝圈地位極高嘅周星馳同梁朝偉。咁當時嘅星爺從未成為紅遍亞洲嘅喜劇巨星，只係一個普通嘅後生主持。後來有舊同事響電視上公開爆料，當時周星馳同黎芷珊一齊係公開嘅秘密。星爺曾經熱烈追求過黎芷珊，不過黎芷珊後來一直淨係叫對方做好朋友。響周星馳離開430穿梭機之後， TVB 安排咗一個新人接手男主持個位，呢個人就係鄭伊健。鄭伊健生於1967年，當時佢非常之窮，住響旺角唐樓嘅一間板間房入邊，平時出入淨係搭小巴同地鐵。黎芷珊回憶話，第一次見鄭伊健就覺得呢個男仔生得好特別，眼神入邊有一種講唔出嘅感覺。兩個人響節目入邊日日見，好快就拍戲拖嚟。響佢哋拍拖期間，發生過一件響香港娛樂圈流傳咗30幾年嘅事。有一年黎芷珊生日，鄭伊健好神秘咁話要送份最珍貴嘅禮物俾佢。黎芷珊滿心期待，
點知打開一睇，入邊係鄭伊健張香港身份證。黎芷珊承認當時好感動，腦海入邊第一次閃過想嫁俾呢個人嘅念頭。但係呢兩個人嘅性格都非常火爆，黎芷珊個性好要強，鄭伊健脾氣都好大，兩個人一齊成日鬧大交。最嚴重嗰次，鄭伊健當住全劇組人員面前掟爛咗黎芷珊送俾佢嘅一隻手錶。黎芷珊私底下對呢段感情嘅控制欲都好強，佢唔准鄭伊健同其他女仔單獨傾偈。雖然係咁，黎芷珊對鄭伊健嘅幫助係確確實實嘅。咁當時嘅鄭伊健對前途覺得迷茫，唔想一世做兒童節目主持。黎芷珊利用自己嘅人脈，到處幫佢搭路，介紹導演同監製俾佢識。唔單止咁，受過良好教育嘅黎芷珊仲親自教鄭伊健點樣做戲，幫佢分析角色同表情。響好多圈中人睇嚟，鄭伊健可以成功轉型做演員，黎芷珊係關鍵人物之一。呢段感情維持咗大約3年，響90年代初分手。分手之後，兩個人依然 keep 住好好嘅友誼。後來鄭伊健響東京低調娶蒙嘉慧，黎芷珊響節目面對鏡頭好真誠咁恭喜佢哋，而且好出奇地同蒙嘉慧做咗好好嘅朋友。兩個人成日一齊食飯行街。黎芷珊另一段感情係同陳小春，呢段感情發生響90年代初，係一段徹頭徹尾嘅地下情。當時陳小春仲係風火海組合嘅成員，仲未因為電影古惑仔系列爆紅。黎芷珊響一次演唱會上邊見到跳舞嘅陳小春，俾佢獨特嘅壓場氣質吸引住。兩個人透過共同朋友嘅飯局識咗，好快發展成地下情。不過呢段戀情最終都係冇開花結果嘅，根本原因係兩個人嘅生活方式差太遠。黎芷珊性格外向，中意傾偈八卦，而陳小春性格極度低調，唔中意出風頭。有次情人節，兩個人去餐廳食飯，面對面坐響度，一句嘢都冇講。後來黎芷珊選擇主動響鏡頭前坦白呢件事，並向陳小春道歉。之後黎芷珊同 TVB 男星邵傳勇走到咗一齊。兩個人嘅感情由90年代初開始，一開始非常低調，幾乎冇傳媒留意到，直到1998年情人節發生咗嗰場嚴重車禍。黎芷珊響醫院半年時間入邊，盡心盡力咁照顧距離癱瘓只係爭少少嘅邵傳勇。2年後邵傳勇好返，黎芷珊卻提出分手。外界對此覺得好費解，但黎芷珊嘅感情哲學非常清晰。佢照顧佢係因為愛佢，但同個唔啱嘅人勉強響一齊過一世係另一回事。既然覺得性格唔合，和平分手係最好嘅選擇。多年後，兩個人再提翻起呢段感情，語氣入邊冇任何怨恨，只有互相祝福。黎芷珊最後一段長達9年嘅感情，係同細佢12歲嘅 TVB 男星張達倫嘅姐弟戀。兩個人開始拍拖嗰陣，黎芷珊疏8歲，張達倫26歲。為咗避開外界嘅眼光同壓力，呢段感情一開始都係保密嘅。慢慢咁，張達倫越嚟越成熟，想結婚生仔，組織屬於自己嘅家庭。但係黎芷珊因為由5歲開始就經歷父母離婚，心入邊一直有陰影，對婚姻好抗拒。同時佢亦都有好現實嘅年齡焦慮。於是響2012年7月，兩個人和平分手。張達倫響2016年結婚，2017年生埋仔。最估唔到嘅係，黎芷珊後來竟然同張達倫個老婆做咗好朋友，甚至可以一齊出去玩。除咗豐富嘅感情經歷，黎芷珊響事業上都係一個好認真嘅電視人。由1987年主持兒童節目開始，佢響呢行穩紮穩打咁做咗幾十年。
響90年代，佢響多個節目入邊靠住靚樣同埋犀利嘅口才，建立咗自己嘅主持風格。到咗2010年代之後，佢轉型做更成熟嘅綜藝節目主持，推出咗最佳男主角同最佳女主角等系列訪談節目。每一季佢都可以靠自己響圈中好好嘅人緣同口碑，請到香港最頂尖嘅名人做深度訪談。無論係名門之後定係男神前度，呢滴標籤都冇辦法完整咁定義佢。佢只係黎芷珊，一個響人生中唔退縮，按照自己意願生活嘅獨立香港女性。